嗱，呢條片咧係會集中講一講咧，就係美歐俄烏同埋中國背後喺即係俄烏衝突之間嘅博弈嚇。咁啊最近呢，就綜合所有報道咧，基本上喺歐洲個局勢要重新再洗個牌。如果美國唔俾錢嘅話，咁所以咧就有幾個問題想同我教授分享下。過去10日喺美國同埋歐洲其他國家有關俄烏和平事件上啊，有咩最新嘅行動同埋事件呢？嗱，其實因為我哋同阿 Raymond 咧都係關注到整件事咧係對未來咧係即係最大嘅影響啊！即係無論經濟政治都係最大嘅影響。咁但係我哋所知嘅信息咧都係靠上網，靠即係 social media， 靠所有嘅主流媒體講。咁所以就係每一次我哋咧講呢個話題咧，都要去主力去話翻過去咧10日8日咧發生咗啲咩最重要嘅嘢咯。咁我哋基於嗰啲發生嘅嘢，我哋去推斷或者用我哋嘅經歷經驗啊，去推斷下嚟緊會發生嘅事係點樣走咯。咁啊，從而咧幫助大家咧即係減輕咗去抄資料啊。平時大家要時間忙其他啲工作啊，或者其他啲事項咧，咁啊你一路跟住呢個發展咧，就比較咧我哋會用啲事實去報導出嚟之後咧，我哋點樣去推敲咧？咁大家就唔需要咧，即係即係特別去估嗰個事態發展會點樣咁。譬如你由3月1號到9號咁樣啦。咁最主要嘅改變就係咧，好似美國咧已經成功咧引入咗歐洲自己咧照顧翻自己啦。咁就美國就引入歐洲照顧翻自己，就係因為咧歐盟主席馮德萊恩咧就宣布咗8000億元重新武裝歐洲嘅計劃咯。咁呢個計劃咧就係佢當然係講明係愛嚟防衛嘅能力啦。咁建立咧歐洲嘅彈藥庫啦，咁佢叫做咧彈藥銀行啦，咁亦都咧設立一啲額外嘅貸款基金俾一啲咧暫時出唔到錢嘅人啦，咁而美國咧亦都同時間咧推進多一步啦，即係喺今日我哋拍片呢一日同埋明日咧就會去即係喺沙地阿拉伯嗰啲特別談判task force 咧，即係嗰個隊伍咧，就烏克蘭啦，同美國咧分別由佢哋嘅主將，即係譬如美國由國務卿率領啦，烏克蘭咧就由佢哋嗰個副總統同埋即係即係嗰個軍事領導嗰個國防部長率領咧，就去傾嗰個未來停火嗰個框架啦，咁啊，即係除咗傾埋嗰個礦產資源合作開發協議之外咧，再進埋傾埋點樣停火個框架係點樣。咁呢一方面咧就變咗即係釐清楚咧好多過去咧又話美國會停止軍援之外咧，仲會熄晒佢嗰啲即係軍事嗰個情報啊，咁唔俾佢哋用啊，咁而家咧個發展落嚟就係佢用當日喺2月28號嗰次喺白宮鬧翻咗之後咧，咁就10日就已經令到歐盟咧同英國咧聯手加強嗰個防暴啦咁。而至於烏克蘭咧，亦都喺呢10日裏邊咧改變咗佢以往嗰個堅持一定要將一啲和平保衛嘅方法嘅方法同埋個策略咧會寫出嚟啊，咁而家就唔係咁堅持啦，咁變咗咧嗰個又令嗰個歐洲特別係烏克蘭嘅人民咧嗰個希望停火和平咧增加咯咁。咁如果而家有人埋單嘅時候咁啊，烏克蘭會唔會大舉發動反攻咧？你覺得？呢個係有所擔心嘅，即係咧
會因為歐洲武裝咗之後咧，係咪即係會令到烏克蘭咧壯大個膽咧，就變咗減慢咗停火個進程啊？或者咧佢又想搏一搏咧，攞翻俾人佔領咗嗰啲1/5嘅土地啊，咁先至坐低傾啊咁。咁呢啲會有所擔心嘅。咁不過即係呢啲擔心咧，就要喺現實嗰度咧。即係現實你打咗3年，而家最大嘅俾人睇到咧，雙方嘅弱點咧都係冇能力可以憑自己嘅常規武裝力量咧繼續打落去，因為咧實在需要嘅燒錢咧實在太多。咁啊再打落去咧，即係盞你咧越燒得錢太多，你真係要還噶嘛未來係嘛？咁你唔係變咗越嚟越咧即係殘缺咯。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如果有人可以做和事佬，擺平咗個停火，然後咧再話大家點樣去簽個和平協議，有進有退啊咁，或者要忍一時嘅氣啊，或者要係用嗰個時間換個空間啊，或者調轉頭用土地換翻個時間嚟去自己咧再練功啊咁，建立翻自己嗰個實力啊，先至再重新咧嚟過咯咁。咁呢啲咧，如果睇到咁樣嘅話，烏克蘭咧就冇理由會咁蠢咧。即係話恃住歐洲back up 佢嘅就自己砌，因為歐洲唔會派軍隊去砌啊嘛。個問題就係歐洲只係話喺你和平底下，我加強個軍備就係要話俾俄羅斯聽，你下次再嚟破壞嗰個和平協議嘅話，再唔遵守嘅話，我哋有能力咧同你全面開戰咯。咁呢個唔係就係佢歐洲嗰個武器計劃嘅最重要嘅，就係我係防衛嘅啫，亦都擺喺度咧，即係變咗咧，我哋下一次咧唔會好似今次咁咧，即係一開波就唔出兵㗎，咁下一次就真係會出兵咯咁。即係佢個目的係咁啊，所以咧烏克蘭應該睇得到嘅。你估而家即係叫有人 back up 啦，咁啊不如同美國嗰啲咩礦產協議全部唔好傾啦，反正佢都唔會，即係反正都唔係要嗰啲錢啦。嗱咁樣就唔係因為歐盟佢武裝咗就有能力噶嘛？你睇下佢試過俾你睇啦，過去一日半日。即係當佢唔提供軍事情報嘅時候咧，俄羅斯咪狂炸你咯，咁係嘛？咁你話咁我用其他譬如法國嗰個軍事防禦系統得唔得啊？咁嗰個情報系統得唔得啊？咁而家就係話唔得咯，即係達唔到咧美國嗰個先進水準咯咁。咁喺咁樣嘅情形底下，即係美國要提供繼續提供呢個軍事情報，亦都係伸出一種。即係試過啦，試過俾你睇，如果冇你會點啦咁所以咧就算你要去加強你嘅武裝啊，冇5年咧係冇辦法達至嗰個即係有限，即係可以威嚇到人嘅程度咯咁所以喺短時間裏邊，因為要喺呢1年裏邊停火兼埋和平咧，咁啊佢都睇得通。今次咧簽咗個協議，將個經濟利益俾咗美國咧，亦都令到個美國咧有藉口，因為要保護佢嘅經濟利益咧，變咗係一道大家唔即係不能講嘅秘密保衛嘅協議啦，即係保護佢哋嘅安排咯咁呢個佢而家我哋外邊嘅人咁少資料都睇得通咯。咁佢當然睇得通啦，咁但係佢睇得通，點解佢當日唔簽呢？咁我哋都話佢有好多10萬個原因嘅，因為佢幕後要去平衡嘅利益呢，除咗自己要平衡美國而家現任政府嘅對家俾佢嘅之前嘅利益啊盤算啊，或者俾佢哋有所即係支配呢都未定。亦都咧，國內有好多軍頭，亦都會出聲話簽定唔簽㗎嘛。咁所有呢啲嘢咧，都係我哋幕後唔知嘅。咁
佢有呢、個戰略嘅調整，即係話歐盟同英國決定咧，靠自己啦咁，但係真係咧需要時間啦。咁呢個時間咧冇5年咧做唔到嘅咁所以佢亦都唔會因為咁樣咧壯大個膽，又再話咁我唔同你做生意，唔簽個礦產啦。咁我諗呢個機會低咯。咁其實特朗普都指責過俄羅斯嚇，即係呢排咧咁嘅環境，你仲繼續空襲咧，又要制裁佢，超級制裁佢。咁你覺得呢啲嘢會唔會影響到莫斯科唔揸，又或者咧影響到個談判進程咧？咁呢個係一個咧話時間到啦，我開始就嚟同你傾啦，你咧就係再繼續咧加強轟炸。咁佢唔係話考慮啦，嗱，咁你記住佢考慮啫嚇。考慮嘅意思即係話，如果真係同烏克蘭嗰邊講唔掂數，咁佢唔係唔考慮咯。如果講掂數簽咗啦，即係譬如呢2日簽咗啦，咁佢真係咧要逼你埋台講咧，就先係咧嚇你咯，即係嚇你俄羅斯話嗱，你冇領地啊咁係嘛？而家咧我睇㗎啦個場係嘛？咁所以咧佢就咪話考慮，咁呢個考慮就係喺呢個時間點度出現咯。第二嘅時候就係，如果呢個考慮真係落實嘅話，咁可能有一個雙刃劍嘅。一方面即係人哋嚇怕咗你啦，咁我唔做咧，即係好似你最後咁，我唔做，咁我咪即係埋台講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你可以逼佢走遠啲噶嘛，即係你咁串係咪？你又話做和事佬，又要嚇我唔中意俾你嚇底下埋嚟啊咁所以咧，亦都會令到個停火談判咧變得複雜好多咯咁。咁所以唔係因為你嚇佢停止炸炸佢，而係因為你有翻個軍事情報分享，同埋咧你重新 activate 曬嗰啲星鏈啊嗰啲咁樣咧，咁佢變咗佢啲無人機啊或者乜嘢咧個效用就冇用咯。咁即係你就而家睇翻轉頭，佢好似同佢配合咁嗱，俾1日時間你去表演啦。當美國唔能夠可以提供呢啲防空情報嘅話，防空分享嘅話，你就係咁樣噶啦，就會俾佢亂炸你係嘛？咁嗰邊就係會話嗱，如果你唔拍埋美國聽，拍美國話咧，我俄羅斯咧就可以咁樣咧蹂躪你啦，咁你變咗咧你自己蝕底嘅咋咁？如果唔傾咁，即係呢啲可能佢就係用1日時間咧俾大家睇清楚雙方嘅實力咯。如果簽唔成，對全世界有乜影響，教授？簽唔成咁呢半年咧，就會繼續係除咗膠着狀態咧，就係大家好似冬天咁樣咯，唔打住咯咁，唔打住咁啊會好似以色列同哈馬斯咁咯，又搞幾個月咯。搞幾個月咧，大家又嘥多啲錢咯。即係你最終你都要埋台嘅，因為你冇辦法食到對方啊嘛，冇辦法食到對方嘅話咧，即係冇辦法係透過戰爭一方同打敗一方嚟坐低傾咧，咁只係大家浪費子彈。咁喺美國嚟講咧，就當然佢嘅優勢就係佢已經搞掂咗歐盟自己咧攞錢出嚟防衛啊。咁但係佢唔係一時間撤退到噶嘛，佢都仍然咧透過北約要去支援噶嘛。咁所以佢嘅軍事開支又係增加咯。而家佢就係咧去解決，希望減少晒所有呢啲開支，能夠咧令到個財赤即係唔使增加，亦都唔需要再借錢啊嘛。咁咧當然呢個搞唔掂咧，有另外一個對美國嗰個聲譽嘅打擊咧，即係話原來你呢個衝突咧，你出盡九牛二虎之力都冇辦法可以做到一個埋台傾。咁其實你嘅佈局咧，全球嘅佈局咧，都唔係咁容易咧做得到啦。咁佢要美國又要重新調整過啦。咁至於歐盟咧，就要真係除咗一方面佢要自己武裝需要時間之外咧，而亦都咧要繼續嘥錢去支援烏克蘭咧，去處理嗰個戰爭，繼續嘅頂住啦。
叫佢頂住嘅時候，咁你要錢到人到至得㗎。人就係烏克蘭咧，就唯有繼續戰鬥落去，係嘛？咁咧就歐盟亦都冇藉口可以咧派人入去咯。咁就要重新度橋咯，度橋即係咧就係要考慮咧，即係動員啲志願軍啦，即是嗰啲華格納對家就係華格納啦。咁即係呢邊歐盟就要用一啲其他嘅名稱去組成個志願軍咧，去幫佢拖先得啦。咁呢個就係成本咯，亦都係咧對國家嘅財政嘥咗喺呢啲咧互相毆鬥裏邊咧，咁啊即係咧得物無所用，即係啲錢係咁掟出去咯。咁而俄羅斯亦都會因為咁樣繼續經濟更加孤立啦。咁啊美國就一定會即係唔係考慮啦，一定係加大嗰個制裁力量啊，封晒嗰啲同普京關係嗰啲有錢佬嗰啲戶口啊，咁咪加強咗佢哋嗰個冇錢嗰個情況啦。咁亦都咧令到嗰個軍事負擔咧，令到佢更加要依靠中國啊，同埋聽中國話咯。咁至於烏克蘭就慘啦，最慘佢啦，因為佢已經唔夠人手打噶啦，而家仲要咧出動埋繼續打落去咧，咁佢即係雖然喺即係軍械方面冇特別嘅擔憂，因為有源源不絕。不過咧就即係第日咧加強佢加重咗佢嘅還錢能力咯。咁就喺中國咧就最好啦，喺呢啲咁嘅亂局底下，咁就變咗將美國歐盟嗰啲視線擺咗喺烏克蘭度咧，就暫時顧及唔到中國咧，即刻同佢打場貿易戰嗰個精力啊！亦都咧成個長遠嘅計劃咧，佢哋定落嚟咧就唔能夠快速地去拉佢哋坐低埋嚟傾咯。咁所以咧，早前我哋喺另外個訪問度話即係佢會唔會6月見習近平即係同特朗普。咁就睇嚟，如果係一路拖落去咧，就年底都冇機會見啦。因為咧話到明俾你聽，習近平係想備見噶嘛。咁你備見嘅意思，即係話我未準備好咯，我仲未準備好咁我未準備好，即係唔越嚟越拖你啊嘛。一拖你咧，你又係禮，又係蝦一樣嘢啦，就係時間咯。因為做總統得4年啊嘛，咁拖1個月即係同你倒數啫嘛。咁所以咧，對中國最有利咯，喺整個全球個戰略部署裏邊。好，唔該晒教授。好啊，咁分享到呢度咧，如果你仲喺度睇緊咧，就請你撳個 like 啦。咁然後有機會咧就加入我哋嘅 Patreon。拜拜。